再来看，伫半暝时，屏东市中正路一条无尾巷的透天厝，嘛是同款发生火灾。这现场呢，乌烟是呛真悬，消防人员是真紧的控制这个火势。也毋过落尾煞伫1楼发现一个查甫人，送到病院的时阵，嘛是同款宣告死亡。 对天窗看出去，规片的烈火甲大烟搁咧烧。另一个较悬的角度看，乌烟一直对天顶冲去。消防接到通报，透天厝有人受困，就赶到现场拍火。落尾伫透天1楼的后面发现一名民众，不过这名查甫人送病院了后救无活，宣告死亡。12点多就有人在喊火灾什么的，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。他家里的有来了，刚才有警察打电话了。LED 迄电话安死的，无正常就看录影，枪烟就随冲落来。你家己摕灭火器去抓啊？哎呀，就抓嘛，无先拍偌济，算偌济啊。这件火烧发生伫16半暝要7点，着火的透天厝伫屏东市中正路的一座无尾巷，消防人员大约半点钟把火拍花。根据了解，死亡的这名查甫人姓王，一个人住遮，平时捡日纸度日，因为厝内底放伤济会着火的物件，火一下就烧起来，附近厝边第一时间嘛斗拍火。共11车27人前往抢救。到达现场，立即部署水线进入抢救，并搜救出1名受困民众，男性意识不清，由高救91送往屏东仁济医院急诊。消防人员真紧就把火控制掉，避免火势烧对隔壁。目前死者的阿姊嘛赶到现场，着火原因搁要等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